大家好，又返嚟武藝會 Channel 節目香港武林口述歷史，我陳公子將會繼續為大家聲音導航講述香港武林。今集主要嘅資料繼續係嚟自明州城市系列嘅香港武林。開始之前，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武林好友，同埋撳埋個啷啷，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武藝會嘅最新資訊啦。呢集都要再次感謝觀眾嘅支持，同埋都非常多謝各位武林好友嘅包容。有時都會為本公子補充資料，或者指正出本公子嘅錯誤資料。而且留言區嘅氣氛都相當良好同互相尊重，喺武林中實屬難得，值得一讚啊！先前有網友想我講下八極拳或者鷹爪翻子門，本公子都有揾過啊。不過暫時有關八極拳傳入香港嘅歷史資料就未揾到太多。喺國內嘅傳承歷史雖然都頗為完整，不過呢個系列想先做咗香港武林先，所以就先同大家講述一下鷹爪翻子門先啦。喺呢條片下邊又留言話俾我知，你有冇玩過鷹爪功夫或者其他擒拿？好多人都會聽過一啲同武林宗師有關嘅傳說，好似無影腳、金鐘罩、鐵砂掌呢啲咁。就算有冇學過武術，可能都略略聽聞過佢哋有幾勁。而傳說中嘅絕活仲包括鷹爪拳，背後位宗師級人馬正正就係有鷹爪王之稱嘅陳子正。追溯翻源頭，呢位鷹爪王陳子正呢係喺河北出世嘅。按民間傳說話，鷹爪拳係宋代名將岳飛喺少林寺度學翻嚟，一直流傳到去清末嗰陣時，劉士俊喺力傳寺道濟禪師度承傳咗相關嘅技法，之後又喺法成禪師身上學到翻子拳。劉士俊就將兩樣嘢結合埋一齊，成為鷹爪翻子拳啦。先後喺北京等河北地區開館收徒，後來劉士俊嘅本事就由劉有成接手，後者再傳俾佢個仔劉啟文同外甥陳子正。民國初年，陳公哲喺上海成立精武體育會嗰陣，陳子正獲邀去做教練，仲正式創立咗鷹爪門。佢啲弟子之中就包括咗早喺30年代嗰陣已經移居香港嘅劉發萬同張進庭。呢兩位師傅都因為鷹爪功而喺香港武林享負盛名。陳子正本來一路喺河北生活，但係喺民國8年嗰陣，因為俾精武會邀請過咗去上海教拳。佢同香港嘅緣分亦都係由精武會開始。1921年佢應香港精武會嘅邀請去咗香港開班教拳。同時又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皇仁書院同孔聖會等等嘅學校教書，但陳子正留喺香港嘅時間只係得3年左右就返咗上海。1927年，張之江喺南京成立咗中央國術館，陳子正亦都喺第2年嘅第一次國術大賽盜錄咗幾手功夫，俾張之江寫咗鷹爪王呢個美譽送俾佢。陳子正喺1933年以50歲之齡過身，實在係英年早逝。不過好在喺佢生前收咗好多弟子，其中劉發萬同佢一樣都係河北人。1927年為咗支持革命軍北伐陳子正特登派咗劉發萬等12個人去到黃埔軍校做軍隊教官。到咗1936年因為日軍轟炸廣州，劉發萬就搬咗去香港，仲喺荷里活道開館授徒。喺抗戰期間佢曾經訓練大刀隊去對抗日軍，一路到抗戰勝利，內地政權轉手之後，發生多個政治運動，佢先再輾轉逃避落嚟到香港。之後劉發萬師傅俾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請咗做國術組北派總教練。之後又喺中南體育會以及自己喺旺角西洋菜街同奶路臣街交界開嘅鷹爪健身院教拳。直到1964年62歲嗰陣因病過身。劉發萬成世人喺香港住咗30幾年，對於鷹爪翻子門喺香港嘅推廣真係好重要。據鷹爪翻子門人曾經同陳志良學嘢嘅邵志玲講，佢師公劉發萬當時最中意交嘅朋友都係一班同樣由北方走落嚟嘅拳師，包括唔識太極嘅吳公儀、大聖劈掛嘅耿德海等等。佢哋都冇聽過師公嘅好朋友入邊有南方人，更話佢師公平時最中意就係飲酒，後嚟都係因為咁而得病。陳志良20幾歲嗰陣就跟劉發萬學師，而邵志玲早年就係住喺李鄭屋村，仲喺嗰度嘅社區中心學咗周家拳3年，
之後無意之中咧喺一個場合度咧撞到陳志良師傅帶住徒弟去嗰度表演，先發現呢種北方拳術同硬橋硬馬嘅洪拳完全唔同，又係打關斗，又係一字馬，咁好有觀賞性。出於好奇，於是就起咗拜師嘅念頭。但凡事都要講緣分，卒之要等到4、5年之後，1970年，邵志靈先經朋友介紹，先認識到陳志良師傅，拜入佢門下。當時喺香港教鷹爪嘅人唔多，香港淨係得陳子正同劉發萬兩條水啊。而師從陳子正徒弟張進庭嘅馮子材話，香港當時教北拳嘅都唔係好多間，淨係得耿德海大聖劈掛、鷹爪翻子同羅江玉嘅螳螂拳等等。南華會就係有葉宇霆嘅迷蹤羅漢拳。劉發萬就曾經喺茶樓公會教拳，鷹爪翻子先至有多啲人識。嗰陣時茶樓公會仲有蔡李佛嘅，所以唔少人都會學埋鷹爪。馮子材亦都話啦，劉發萬曾經同陳子正學嘢，佢師傅張進庭喺陳子正嗰度繼承咗香港精武會嘅教務，可以話同劉發萬係同一個源頭。佢細個嗰陣已經好中意武術，60年代嗰陣撞到有朋友諗住去精武會學螳螂拳，就一齊報名。但係佢揀咗鷹爪嗰陣，教授嘅就係張進庭師傅。佢喺戰前已經嚟到香港教本地嘅精武會，一路到和平之後一段時間都仲喺上環嘅精武會會址教拳啊。佢報名學嘢嗰陣，精武會先啱啱搬咗去佐敦。馮子材表示，當年香港都係以南拳為主，有北拳師傅嚟到都會引人注意。佢聽師傅講，陳子正嚟香港嗰陣，曾經俾人請去露下幾手功夫。陳子正嗰陣好謙虛咁請各位師傅指教之後，就打咗幾路練拳，拳風虎虎，指勁有力。之後就冇人真係夠膽同佢比武，亦都冇人挑戰佢，一路安安心心喺本地教拳。張進庭本身雖然係新會人，但係喺北京大學畢業，又喺上海精武會參加過陳子正嘅師範班。戰後佢除咗主持精武會教務，正職就係社會福利官，係公務員嚟嘅。佢份人好低調，都冇設館授徒，淨係喺精武會教拳。但馮子材同張進庭學師嗰陣呢，因為張進庭師傅都開始年事已高啦，以前一啲翻跟斗、跳躍嗰啲功夫都唔會輕易使出。但係聽講佢嘅銅鞭同旋風腿都好勁，可以一跳就跨過一張乒乓波台咁闊啦。又有人話佢嘅指力可以將一隻茶杯練到裂開，睇得出佢嘅指勁控制得有幾好。馮子材話師傅講解嗰陣，成日都會順便示範。有一次捉住佢嘅手踭，馮子材就感覺到痛楚係由手部一路延伸到頭頂，睇得出佢嘅寸勁好準確。邵志靈憶述佢自己本身呢都冇機會見過師公劉發萬，但聽講師公試過喺2樓翻跟斗落地下呢都毫髮無傷，而佢嘅指力有幾勁，亦都真係令人驚嘆。嗰陣劉發萬教拳嘅過程呢，除咗精武會基本嗰10套拳之外呢，仲會教番子門中嘅大紅拳、小紅拳、八步錘、五花炮、硬行拳、前勾勢、大棉掌、小棉掌同羅漢拳等等，有咗一定功力先至教50路連拳，之後先至學108擒拿手法。練鷹爪拳都唔會輕鬆。傳聞陳子正當年為咗練鷹爪功，日日都要用手掠裝1000幾下。幾年之後呢，本身直徑3寸嘅木樁，俾佢掠到得翻1寸咁細，先至練到爪物勿損、爪人則皮肉俱傷咁嘅功力。根據鷹爪番子門本門記載嘅陳子正生平全略話，陳子正試過用2隻手指牽起一個幾百斤重嘅碌碡。雖然兩種講法都冇十足證據，但都足以證明佢嘅指力有幾勁。馮子材話以前練鷹爪功嗰陣，日日都要手拎住酒埕沙包呢啲重嘢行嚟行去，又要勤力練掌上壓練指力。肯跟住呢種刻苦嘅練功方式嘅人喺今日已經好難揾到。鷹爪門嘅基本功同其他北派一樣，都係首先練腰腿，練指功就首先練八把功啦。至於練功器具，就會用到今日已經絕迹嘅石瓷箍。乜嘢係石瓷箍呢？石瓷箍係用石頭做嘅，冇揸邊，呈尖嘴形，個樣就好似個瓷箍咁嘅嘢，有10斤或者15斤重嘅，用嚟集中練指勁。指力仲有分陰陽，用實物練陽力，徒手練陰力。
有咗臂力同腕力，先至可以有指力，一脈相通。陳子正或劉法萬當年都係咁樣練，仲會站樁、練內功。鷹爪翻子門嘅功夫仲包括腿法，北拳嘅腿法基本上大同小異，但要配合翻本門嘅功夫，先至可以發揮佢嘅長處。馮子材由60年代開始跟住張晉庭練功，後者喺80年代初退休，之後仲移民外國，就將精武會教務交咗俾馮子材。但係後嚟馮子材咧，因為要翻內地長期做嘢，只係可以斷斷續續咁喺精武會教本門功夫。鷹爪翻子門嘅功夫一路保持住最傳統嘅模式，冇變過，亦都冇俾國內嘅考核機制或者傾向表演性質嘅主流影響到。順帶一提啊，國內編段位制度淨係包括翻子拳而冇鷹爪拳，不過練嘅人通常兩樣都會學嘅。跟住落嚟要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鷹爪翻子門嘅武學內容。鷹爪翻子門嘅主要技法有爪、打、擒、拿、翻、崩、擠、靠、高挑低壓、滾砸、攬抱、勾掛、抽切、連環腿等等嘅。而主要手法咧就有1號、2拿、3槓、4手、黏衣號脈、分筋錯骨、點穴閉氣。至於最出名嘅擒拿手法，根據門人陳國慶講述，鷹爪拳擒拿手法係以爪打擒拿、分筋錯骨、輾轉騰挪、雕靠乃擺同閃縮跳跌為主，一共有108路，變化多端，但就絕對唔會輕易傳俾外人噶。係套路啦，有連拳同行拳啦，同埋就行拳係陳子正將翻子手法加埋鷹爪連拳編成行拳，又將原來100幾路嘅鷹爪連拳編成56路，所以行拳可以話係鷹爪翻子嘅濃縮拳法。而兵器咧就有6合刀法同連環劍等等。總括嚟講，鷹爪翻子門武學嘅特點風格可以話係出手有拳掌打，回手用鷹爪爪，雙拳密如雨，脆快一掛鞭。特點係快、翻、變、連、爪，當中以翻同爪最突出。另外，門人馮子材話，鷹爪翻子拳係8閃翻演變出嚟嘅一個流派，用翻子拳嘅8個揭翻技法做基礎，吸收咗少林拳術岳氏散手嘅擒拿技法，同鷹爪功法嘅雕爪擒拿嘅手型手法，發展出鷹爪翻子拳。主要內容係鷹爪行拳同埋鷹爪翻子連拳，連拳又係最基本嘅代表。翻子拳多數係長拳，鷹爪拳主要係短打。根據李剛師傅喺武林見聞錄入邊，佢係咁樣寫嘅：1954年喺澳門新花園搞嘅吳陳比武，結果不勝不負不和，可以話係和氣收場。雙方拳頭相向，消咗怒氣，又做咗善事，一舉兩得。最大好處係俾人睇到繼上世紀30年代南京國術考試之後，又一次公開嘅國術擂台搏擊比賽。兩位主角嘅表現，人人講法都唔同，觀點都角度都唔同，咁冇一個統一嘅結論係正常嘅。不過有人話呢場比武揭開咗幾千年嚟籠罩住中國武術嘅神秘面紗。大家睇到咗中國武術真正嘅樣貌，其中就包括咗傳聞中指恭敬到嚇人嘅鷹爪王劉法萬嘅功夫啦。吳陳比武係海內外中國武術界嘅一次盛事。港澳武林入邊，各門派高手聚集喺濠江，有幾位獲邀做裁判嘅都係好重要嘅武林名宿。記憶所及當中有鷹爪翻子門嘅劉法萬、楊式太極拳嘅董英傑等等幾位名家。無論你認唔認同都好，武林中人對其他人認同同埋對自己嘅睇法都好在意，都好樂意露一手俾同行睇下。呢個係行內嘅習慣，都係一種潛意識嘅心理行為，其實就係一種好勝嘅心理作怪。吳陳比武之前啊，有段聽翻嚟嘅小插曲，主角就係鷹爪翻子門宗師劉法萬，劉氏嘅大力鷹爪功聞名天下。聽講5隻手指一爪就可以捉實50斤重嘅石筍，手見手無處走，就係佢擒拿指功最勁嘅地方。吳陳比武開始之前，大會邀請咗座上嘅名師們落場表演助興。香港有位名師堅持請劉氏出嚟玩幾下，
劉法萬初時笑笑口唔肯，不過座上各派大師都好想睇下呢位傳聞中子功咁勁嘅鷹爪王嘅功夫，就喺旁邊推波助瀾啦。結果劉氏喺無奈之下先至落場，雙方抱拳客氣兩句就擺好架勢對峙，都見唔到劉法萬點出招，淨係見到佢個身影一喐就入咗對方中門，雙手箍實對方雙臂環抱，下巴已經頂住對方心口，對方即刻覺得心口好似俾重嘢壓住，完全透唔到氣，完全失去咗反擊能力，只好認輸。之後就俾咗隻手指公劉法萬，對佢嘅功夫大加稱讚。楊家太極大師董英傑同劉氏同埋大聖劈掛門耿德海宗師，都係河北拳師，南下香港，俾武林中人叫做河北三傑。三個人都係流落香港嘅老兄，雖然唔同門派，但係各有自己嘅專長，但係感情好好。今次吳陳比武呢，都係獲邀嘅嘉賓。董英傑見到老友劉法萬露咗一手，大受歡迎，一時技癢呢都要同劉氏玩幾招喎。劉氏當然連忙推辭，但係董氏誠意拳拳，劉法萬又唔好意思拒絕，於是雙方喺微笑之中玩咗起嚟。淨係見到兩個人四掌飛翻，一來一往。劉氏使出鷹爪神技刁手，想捉住董氏嘅脈門，但係董氏嘅太極拳功夫都唔惹少，連番使出轉身化解，同時埋身使出逼身法，就咁兩邊來回咗3、4個照面。突然之間，劉法萬嘅右掌由對方嘅左手手臂手踭彎位穿過去，用鎖喉手扣住對方咽喉。對方即刻嚟一個沉讚轉身拍掌，使出撈膝拗步，右掌隨即拍向劉氏右胸，劉法萬即刻收招後退，又用咗手刁拿對方右腕，兩邊4掌糾纏埋一齊用力，腰馬都頂唔住，兩個一齊跌低咗。大師傅就係大師傅，又係同行又係老友，即刻你扶我，我扶你，大家對望一眼，哈哈大笑，咁企咗起身。台下觀眾即刻拍爛手掌。呢段小插曲喺互聯網上面嘅紀錄片入邊當然睇唔到。而家呢3位大師傅呢都已經過咗身，所以李剛師傅呢就將聽翻嚟嘅日事寫出嚟，當做茶餘飯後嘅話題。聽講吳陳比武之後，主辦單位喺嗰陣時上環街市隔籬間新光酒店頂樓搞咗場和頭酒，請晒比武雙方嘅師門友好，仲請埋香港九龍各門派武林名宿出席。劉法萬當然有份被邀請坐喺主家席上面，淨係見到佢一頭綠軍裝，身形有啲瘦削，着住長衫，雙眼細細但不露而威，喺有啲嘈雜嘅現場都起到震懾嘅作用。只要佢眼光望下邊班嘈喧巴閉嘅人，啲人就會自然安靜落嚟。武林入面又有個傳說，自從吳陳比武之後，太極同鷹爪翻子門呢兩個門派旺場咗好多，學徒多咗。劉法萬會要求門人唔單止要苦練鷹爪拳啊，仲要學埋太極拳術啊。入邊嘅原因真係好微妙，大家不妨諗下就會明白點解。可惜嘅係，鷹爪翻子門嘅功夫近年好似沉寂咗落嚟，教嘅人少，學嘅人又少，反而太極拳呢被當咗一種健康運動，好盛行。當然，坊間嘅太極拳同當年董氏嘅太極拳係有天淵之別嘅，呢個亦都可以話係武術同運動唔同嘅地方。睇完李剛師傅呢篇記錄，都感受到李剛師傅對當時嘅情景係幾咁津津樂道，令人回味。可能大家都好難想象到嗰陣時嘅畫面，但係都會感受到鷹爪翻子門劉法萬師傅嘅功夫有幾高深莫測，同埋喺武林中有幾咁受人尊重啦。今集香港武林口述歷史就嚟到呢度先。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俾一個 like 我，同埋分享俾你嘅武林好友啦。又或者你對武林有咩睇法同見解，都歡迎喺下面留言。香港武林仲有好多趣事、日事，欲知後事如何，記得訂閱且聽我下集分解。